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 Jimmy 講下標。未訂閱嘅朋友麻煩撳一撳訂閱，訂閱咗嘅朋友麻煩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，唔該晒。今日又幫大家揾到兩隻有折嘅運動勞力士金錶。第一隻係黃金嘅黑水鬼 Submariner， 18K 黃金，40mm 錶徑，連埋黃金帶，個錶圈係陶瓷嘅，嗰塊片係陶瓷嘅。咁個定價呢，361300，折咗係343000。另一隻呢係18K 玫瑰金嘅沙士 GMT， 成隻都係18K 玫瑰金，40mm 嘅錶徑，個錶圈上面個片都係陶瓷嘅，亦都係。個定價呢係377,700，折咗係359,800。呢兩款錶嘅日子呢都係 current day 嚟嘅，係 within 3個月內。而另外再介紹俾大家嘅呢係兩隻昆侖嘅手錶，大家可以比較下。第一隻呢係海軍上將計時，18K 玫瑰金圈，全鋼錶殼，透明底嘅計時機芯。呢個錶呢係限量11隻，全球限量11隻，44mm 嘅錶徑，計時機芯，夜光刻度，夜光針，有日曆。定價呢係1815,000，超級優惠價58000。而另外一隻呢都係昆侖嘅金橋 T-Bridge， 大家可以見到佢同普通金橋係唔同嘅，佢呢條橋呢係打橫嘅，好似個 T 字咁，所以叫做 T-Bridge。18K 玫瑰金殼，嗰條橋係透明，大家可以見到個擺所有機芯個輪全部都係喺條橋度。上面機芯同埋佢有個 Power Reserve 係喺呢度2點至到4點位，係 Power Reserve 18K 玫瑰金，個扣都係玫瑰金嘅。個定價呢係449300，依家係超級優惠價143800，戴上手都唔會好槓呢個錶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61279284，61279284，或者親身嚟到我哋恒優錶行尖東富豪酒店恒優錶行睇睇。多謝大家。